想擁有一間維港景觀嘅3房1套單位嗎？今日我哋嚟到城市花園8座嘅一個 E 單位。住嘅地方可以俾你靈活咁變動你傢俬組合嘅話，會係一件好唔錯嘅事情。如果你今日睇呢個單位，係可以俾你真正咁望埋維多利亞港，仲可以望埋放煙花，你又會唔會上嚟睇下呢個單位呢？由客飯廳望返出去，就可以望到好靚嘅維多利亞港。曲斜型嘅客飯廳有足夠嘅活動空間，方便返傢俬靈活咁擺位。而旁邊仲有儲物室。U 字型嘅廚房設計有一種唔錯嘅空間感。經過走廊先嚟到浴室嘅部分，有活動窗加上乾濕分離嘅淋浴間。而我哋今日參觀呢個單位，2間睡房同客飯廳都係同向。到底2間房都係做睡房好，還是有一間你係做書寫房呢？現時業主嘅叫價1480萬，最後就嚟到主人套房。如果睇完片你都想嚟參觀呢個單位嘅話，不妨聯絡我啦。